先来关心天气。前几天，方面到位全台湾拢咧落雨。根据水利署的统计，连续落3天的雨是大约增加4500万吨的水量。不过，这雨大多数拢是集中伫咧中北部，南部的水情也是真紧张。因为后一波方面是按算拜三到位，水利署表示讲会阁继续监测，确保供水稳定。伫南投一月潭看无以前的美景，世界看到拢是水位下降，流出下海落个模样。虽然前几天方面报道一月潭的调水量敢若差不多60%左右，但电表示目前也伫正常范围，未影响供水。上游的部分有一些万大水库这边蓄存啊，我们到时候若是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就会把水发电完电的水从五阶那边再取进来，供应给下游的农业灌溉或是工业用水，这个部分也不会有影响。前几天方面来虽然落雨，但过雨量煞不如预期，水库入水也有限。水利署统计这摆方面影响的3天，入水量差不多4500万吨，前3名分别是台中德基、桃园石门甲苗栗李鱼潭，拢超过800万吨。但过南部地区则是真有限，亲像闸门甲乌山头水库，总共入水40万吨。南华金鱼潭甲南潭入水量是有够少。南部几座水库，包括曾文、南化、乌山头，还有福山等等，都是透过整个管网互相串联、互相支援。水利署表示，南部落雨虽然有限，但过应透过公网互相串联支援。水利署除了继续进行水情监控、甲看区调度，而且也要开水情会议讨论相关情形，甲是毋是要发展好。经济部方面落雨不如预期。气象署表示，下礼拜3有另外一波方面到会。那这个封面预计会是在礼拜3的白天，可能到下半天晚上这段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台湾。气象署表示，1日开始支持水汽明显减少，各地气温也回转来。下礼拜3全台各地是阴顺雨或者是雷雨，拜四有望有水汽影响开落雨，下到拜5各地才会好天，民众爱注意天气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